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2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7篇，耶利米书31章第1节到第6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实。现代非常流行一种物件叫做虚拟中文叫做虚拟啦吼。特别是伫网络世界真发达了后，有一种游戏吼咧耍的就是讲无需要电脑，若像一个目镜搭即个云幕放伫目睭前，互你看袂着外口，透过电脑动画即个影像，互人进入一个甲你的现状无共款的虚拟的世界。还佫有即种加上即种会当震动的吼咱若有去迄个啥物 3D 电影院内底那个会当体会啦吼。共款是带即种的即个眼罩吼，伫内底对着即个影片的情况，伊也会当做逐种的角度、真激烈的程度的震动。互即戴着即个眼罩的即个人吼，会当感觉讲家己是进入一个亲像影片共款的即个情景内底，但是事实上一切拢是虚拟的吼，假的啦吼。一句俗语话讲吼，若梦安那亲像真的吼，应该真适合来形容即种的类型的即个拟真的代志啦吼。信仰呢，其实毋是即种型啦吼。咱会记哩有言并毋是一种虚拟的代志。虽然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安尼讲，神就是所仰望的事实的确实底啦吼，是未见的事实的确据啦吼。伊讲个人伫即个信仰顶悬做美好的证据，所以咱知影即个有言也是讲信心，毋是一种虚拟的代志，毋是完全假，互你当作真的。咱注意请看即个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这中间咧讲吼，中文讲迄个实底啦吼，所望之事的实底吼，即个事实的实底甲迄个确据的证据，意思就是讲将来会发生的，只是还未发生，但是一定会发生啦吼。好啦，亲像伫旧约先知耶利米甲即个修理以色列人讲，因为要有一日，这是一个有言啦吼。伊发言山守望的人要叫起来，咱来去锡安到耶和华咱的上帝遐，到咱耶和华咱的上帝遐。对受理的人来讲，要去上帝的山，迄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伫将来一定会发生。这是上帝互以色列人的应允吼。有一天，这是上帝透过先知互10万中间的人的仰望。有一天吼，是真实的仰望，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伫圣经的历史的中间，咱会通看见以色列人对背离、受掠、受苦、回头拢是因为上帝怜悯，才着先知互因的即个预言即个拯救，可能有当时爱等真长的时间，但是一定会实现啦吼，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是真实来承诺一定会来实现伊对人的应允的。诗篇117篇的经文来讲，万国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因为耶和华信实永远伫地，伊的信实是直到永远的。更较明白来讲，上帝永远毋是空虚的幻影。
上帝的恩典里面是真实真了的啦吼，就是旧约的用那真违叛真无爱外邦的伊讲上帝真正是疼这个人，无安尼真正讲安尼吼，要互因安尼受着苦难来死亡。上帝听不只是对即个以色列是真实的尔，连对外邦的尼尼微也会当真实，因为因是真实的悔改，然后就得到上帝救恩的应允。所以咱搁倒来看耶利米的预言啦吼，伊安尼讲耶和华讲，迄时我要做以色列人达邦头的上帝，因做我的百姓。耶和华安尼讲。以色列互倒胎无了的百姓伫旷野得着恩典，我去互因得着安息。早时耶和华对我显现讲，我永远会疼你，因为安尼我要慈爱看你。以色列的在色女啊，我要建立你，你着受建立。你要用灵果做砖榻，甲快乐的人做阵跳舞出去。你要过财政葡萄园伫撒马利亚遮的山，财政财政伊来享受伊的果子吼，因为要有一日，伊发现守望的人要叫起来，咱会去锡安耶和华。咱的上帝遐，这是上帝借着耶利米所落的一个应允然后预言呐。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写互外邦的官提亚菲罗的批时阵，安尼讲，因有济人对咱中间已经正的事，捌牙必来排列做断。就是讲照请的做道理的采用的人。对起头深目看见来传互阮的，但我已经对头详细查考拢总的事。但注意听后壁即句伊讲照着次序写互提亚菲罗大人，互你知所学的是确实，福音书咧写的是确实，主的道是确实，基督福音是真实，上帝应允是事实。昨咱有分享几个新闻，关于洛杉矶县为着防疫宣布进一步的即个管制措施。监管伫 Irvine 一间即个基督教私立的大学叫做 Concordia， 全校嘛检测出有将近60位无症状即个武汉肺炎的感染者。当然，这引起当地极大的恐慌啦吼。牧师一再强调，咱爱谨慎，但是咱无需要恐慌，因为上帝互咱的应允伊要留平安互咱。但是咱必须爱甲伊做伙来同工，做好咱的本分，做好咱的防疫。其他的就是仰望上帝恩典，伊真实的应允。伫患难中，伊所享受的平安，要甲咱三甲伫地。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7篇，耶利米书31章第1到第6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1到第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实。现在非常流行一种东西叫做虚拟，特别在网络世界发达之后，有一种游戏机现在不需要电脑了哈，直接用眼罩式的这个萤幕带着，透过电脑动画呢，这样的影像让人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就是脱离现实了哈。那还有一种可以动的椅子，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到游乐区。有一种3D 电影院那种椅子哈，他们也是戴着这一类型的眼罩，或是说有3D 的眼镜看的影片那个游戏呢是戴着眼罩，然后坐着椅子在大卖场就有了哈。
随着影片的近况呢，椅子会做各种角度的晃动，激烈的程度呢，跟着影片来改变，使得这个戴着眼罩的人们坐在椅子上面呢，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拟真的一个境况里面。这个是我们说的现代人所接触的东西啊。那么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呢，信仰跟这个一样吗？牧师这样问是说，有些人说这个预言这个将来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啊有人就把它说这是一种虚拟的。其实预言并不是一个虚拟请我们记得，预言不是虚拟，预言是像希伯来书11章说的他说信就是所见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请记得经文里面所说的，一个是实底，一个是确据。意思就是说，这是真实的，将来一定会发生的，只是还没有发生，将来必定要发生。先知耶利米告诉受辱的以色列人说，有一天守望的人要在以法莲山上呼喊，来，我们上锡安去朝见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们想想看，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回到锡安是多么的不可能啊！但是上帝的应许是这样子，那将来必定要实践必定要实践有一天这是上帝透过先知给予在绝望当中的人的盼望。有一天其实是一个真实的盼望，而不是画大饼的，因为将来必定要发生。在圣经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时常的背离、受辱、痛苦，后来回头，然后就受恩。这其实就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是真实的，是借着先知预言拯救。或许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等到这个预言的实践，但是上帝是信实的，是真实的承诺，他必然会兑现他对人的应许。诗篇117篇的经文这样说道：列国啊，你们要颂赞上主；万民啊，你们要颂扬他。他对我们的慈爱多么坚强，他的信实永远长存。要赞美上主，为胜利感恩祷告。因为耶和华的信实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永远。更明白的说，是说上帝的应许不是空虚的幻影，上帝的恩典怜悯是货真价实的。就连那个最排斥外邦的这个先知约拿，他也证明了上帝的爱不只是真实的赐给了以色列人，就连外邦的尼尼微城都可以因为他们真心实意的悔改而得到上帝的救恩。这样的应许实践，其实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耶利米的预言。他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上主这样说，时候将到，我要做以色列各族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旷野，我怜悯那些劫后余生的人。当以色列人渴望安息的时候，我从遥远地方向他们显现。以色列人啊，我一向疼爱你们，我仍要以信实不变的爱爱你们。听好，我仍要以信实不变的爱爱你们。我要重新建立你们，你们将再拿起铃鼓，载歌载舞的欢呼。你们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重新栽种葡萄，栽种的人将吃园里的出产。
有一天，守望的人要在以色列山上呼喊：来，你们要上锡安山朝见上主，我们的上帝。OK， 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在写给这个外邦的长官提阿非罗的时候，也这样子说道。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已经有好些人从事写作，报道我们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报道是根据那一些从开始就亲眼看见这些事，这是事实哈，并且曾经传播这信息的人所叙述的。这一切我都从头仔细查考过了，所以我想按照次序向你报告，目的是让你知道你所学的道是正确的。 OK， 主的道是确实的，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上帝的应许是事实。昨天我们分享的几则有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的新闻。那洛杉矶县为了防疫，宣布了更进一步防疫管制的措施。而甘县的尔湾一所市立的基督教大学，也检测出全校有将近60位的师生是无症状的感染者，这引起了当地极大的恐慌。牧师一再的强调，我们要谨慎，但是不需要恐慌。我们应该要去注目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他要留下平安给我们。我们必须跟上帝一起同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防疫的本分。那么其他的人，我们就要仰望上帝的恩典，他真实的应许，特别是在患难中的平安，必要与我们同在。